教育必須作出改變去配合未來社會發展，裝備好下一代應付急速嘅社會轉變。呢個過程，同工面對嘅其中一項重要挑戰，就係由教師主導教與學，變成學生主導嘅學與教。科技成為咗我哋最好嘅輔助工具。電子學習令學習唔再受課室嘅局限，學生可以係預設課時外繼續學習，令學習體驗變得無縫。學習活動亦變得更個人化同切合學生需要。大數據可以緊貼追蹤學生學習過程，捕捉每個小細節。透過學習分析，教師可以適時介入，評估學習設計同實踐嘅成效，從而作出改善。我哋了解未來教育界嘅需要同埋所面對嘅挑戰，希望透過今次 IDEALS 研究計劃達到兩大目標。第一個目標係研發一套智能系統，為本地中小學提供一站式方案，涵蓋適合電子同非電子類學習體驗嘅設計、實踐同優化功能。智能系統有3部分，第一係輔助教師成為學習設計師嘅學習設計室 LDS， 裡面有各種俾教師進行學習設計嘅工具。學習設計係指有意識咁去設計同規劃學習體驗、學習環境，以實現特定嘅學習目標，促進深入理解同有意義嘅學習。LDS 已經有一個學與教模板庫，喺由我哋嘅團隊收集唔同學科範疇嘅學習設計，嚴選出最高質、高效嘅實踐例子，整合成一個多層次嘅模板庫。學習設計師可以直接套用模板，或者因應自己嘅需要改動模板，輕鬆完成學習設計。第二部分係俾學生進行學習嘅互動學習及評估平台 iLab， 裡面有多元化嘅電子學習工具，可以促進學生之間嘅互動，收集學習過程數據。智能系統最後一部分係支援學習數據分析嘅插件，以簡潔嘅圖像顯示分析結果，令教師精準掌握學生學習情況，從而優化學習設計。IDEALS 計劃第二目標係我哋嘅專業團隊會為學校提供唔同嘅支援，務求以研究實證提升21世紀學與教實踐嘅質量同效能。我哋嘅學校發展主任會全面跟進每個個案，協助教師構思課程設計，進行觀課、學生訪談、檢討課程實踐。IDEALS 計劃總共3年，期間透過多項活動推進本地中小學教育發展。呢項研究計劃係由首席研究員羅陸惠英教授同聯席研究員胡曉教授帶領進行。請去我哋嘅計劃網站了解更多資訊。